台北市的南门市场拆掉了后，会伫个原地重建，摊商先搬到南门中价市场。2层楼的建筑，搁有台北市唯一一个完整的加工处理区，互摊商会当做贩卖进前的准备工作。今仔日试营运一透早就来真侪民众，大家拢讲中价市场变甲真清气，嘛真好势。 南门中价市场试营运，透早就有人招朋友做伙踅新市场。搁较远，阮9个兄弟拢是来这买这种咯。我会买长旺啦，很自信。他们的环境很好啊。老主顾真始终感觉讲，即摆南门中价市场无共款啊。试营运的头一天，这生意人拢咧做最后的整理，为摆物件，为咧切物件，搁倒监视器，招牌菜嘛拢摆出来啊。 8点多的时候就有客人来给我们买了，都是老客人，然后一大早来，我们看到超感动的。换一个新的地方，第一天不大顺手，还在努力中。大家拢讲新环境设起来更较舒适，其实即摆南门中价市场有台北市场唯一完整的加工处理区，搭10有分离。 B 区就是1楼的熟食摊呐、南北杂货这些，然后用抽签去决定，然后尽量让他们摊位连在一起，然后抽签让他们尽量结合在一起，让客户来都找到他们的摊位为主。热热热热发送发财金具南门市场250个摊商有新厝，无变的是老滋味甲人情味。